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聞要點呢個節目，我係陳若蘭。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22號星期三。據人民報報道，4月19號，川普總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表示，一艘懸掛伊朗國旗嘅巨型貨輪 Toska 號，因為並冇遵循美軍長達6小時嘅停航警告，並試圖突破美軍嘅海上封鎖，喺阿曼灣遭到美軍艦炮擊攔截，其發動機艙被炸開咗一個窿，從而被迫停船。美國海軍陸戰隊已經完全接管該船，目前正在清查所載嘅物資。川普話：我哋已經完全控制咗呢艘船，並正在睇下上面到底裝咗啲乜嘢。川普仲提到，之前 Toska 號就有非法活動嘅記錄，被列入美國財政部嘅制裁名單。資料顯示 ，Toska 號係喺2020年6月被美國制裁㗎，原因係佢隸屬嘅伊朗航運公司參與咗2008年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嘅擴散運輸。咁樣呢一次 Toska 號點解唔顧美軍嘅一再警告，要強行突破美軍封鎖啦？係唔係佢裝載嘅貨物中有住不可告人嘅秘密呢？海外有消息披露 ，Toska 號船上面載有大量武器同埋軍民兩用物資，而且同中共有關。呢艘船喺今年3月2次到訪中國珠海高欄港，期間仲出現喺上海附近嘅東海海域。離開中國之後，又曾經喺馬來西亞巴新港停泊。據悉，珠海高欄港係中共最大、最重要嘅液體化工品倉儲同埋轉運中心之一。Toska 號有冇可能裝載幫助伊朗製造導彈嘅化學材料以及武器呢？鑑於伊朗之前有過多次類似嘅情況，呢一種可能性係非常高㗎。2025年1月22號，英國金融時報曾經援引2位西方國家安全官員嘅情報披露，2艘伊朗貨船 Goben 號同 Jiran 號將從中國返航，船上面載有超過1000噸用於製造導彈推進劑嘅關鍵化學品高氯酸鈉。呢一批高氯酸鈉可以生產960噸高氯酸銨，然後可以再製造出1300噸推進劑。呢啲推進劑足以為260枚伊朗中程導彈提供燃料。2位安全官員表示，呢啲化學品係喺中國浙江代山島同上海以北嘅太倉港被裝載㗎，將被運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嘅駐地。既然美國早已經知曉中共對伊朗嘅軍事支持，而且實時監控船隻往來，咁 Toska 號唔係一直就處於美國情報機構嘅監控之下咩？自2月底美以聯軍對伊朗施以強力打擊，將其高層團滅，並將其空軍、海軍打殘之後，伊朗戰力明顯下降。雖然兩度同美國談判，但係因為拒絕美方徹底交出濃縮鈾，又唔肯承諾唔再發展核武器嘅要求。第一次談判已經失敗，第二次談判亦都將瀕臨破裂。就喺川普俾出停火時限倒計時之際， Toska 號被美軍攔截，伊朗嘅反應係氣急敗壞，話呢一個係一種海上侵略行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將對美軍嘅呢一次行動進行回擊同埋報復。伊朗外長仲倒過嚟指責美國缺乏誠意，強調伊朗將動用一切力量捍衛國家利益同安全。從伊朗嘅反應嚟到睇，顯然談判係假嘅，為嘅就係拖延時間。而 Toska 號裝載嘅好大機率係幫助伊朗製造導彈嘅化學品，呢個亦都係佢點解唔顧美軍嘅警告，執意要突破封鎖嘅原因。同伊朗嘅氣急敗壞唔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喺4月20號就呢一件事回應嘅時候，語氣顯得好弱，只係話我哋對美方強制截停有關船隻表示關切，然後又係慣常嘅辭令，話希望有關方以負責任嘅態度遵守停火協定，避免激化矛盾，加劇局勢緊張，為海峽通行恢復正常提供必要條件。但係中共嘅潛台詞其實仲係喺度批評美國冇停火協定，但又唔敢直接講，係咪顯得好心虛呢？事實上，中共內部或者正係緊張得不得了。長期以嚟，中共不僅喺政治、經濟、高科技等方面支持伊朗，喺軍事方面亦都係給予助力，包括提供製造導彈嘅化學品，派駐軍方技術人員等。隨住3月以嚟嘅中東局勢嘅升級，中共不顧美國嘅制裁，再次被指通過提供軍事技術、雷達系統、導彈等軍民兩用技術支持伊朗，提升佢嘅彈道導彈同航天運載火箭能力。美國情報顯示，中共喺度密切監視並疑似幫助伊朗追蹤美軍，但係中共對此就一直否認。喺4月14號嘅記者會上，有官媒記者提問，話近日有媒體報道話中國向伊朗提供軍事支持。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如果發現中國向伊朗提供武器，美國將對華加徵50%關稅。中方對此有何評論？外交部發言人嘅回應係，有關報道純屬捏造。如果美方執意以此為藉口對華加徵關稅，中方必將堅決反制。儘管目前美方仲未公布 Toska 號究竟載住啲咩貨物，但係如果中共呢一次被公開捉到痛腳，如果美國證實呢一艘船確實載有用於製造導彈推進劑嘅關鍵化學品高氯酸鈉，咁中共呢一次就真嘅要被結結實實嘅打臉啦。對於謊話連篇、早已經唔要面嘅中共嚟講，其實並唔在乎被打臉，但係會唔會在乎美國將加徵嘅50%關稅呢？唔知道而家嘅中共有冇趕快通過外交渠道聯繫美國，希望撇清自身嘅關係呢？而川普政府將藉此如何敲打中共呢？畢竟按照伊朗總統吐露嘅實情，美國最大嘅敵人係中共，打伊朗就係為咗打中共，每削弱中共一步，都係喺度朝川普既定嘅目標前進。隨住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成為全球健康挑戰，好多人開始尋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案。台灣嘅陳先生透過使用3高代謝寶，揾到佢嘅健康之道。我嘅糖化血色素咧係7.9，第一次食完3個月後就降到7.1，跟住再食3個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啦。血壓方面咧，我都係一樣喎。食咗3高代謝寶之後咧，血壓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藥咧都減咗一半啦。我都冇同醫生講嘅。不過咧，我測量咗好幾次咧，都係回復到正常範圍啦。主要咧呢個3高代謝寶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狀，譬如講膽固醇啦、三酸甘油酯啦，仲有嗰個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腎功能本來就唔係好好嘅，本來係50，依家係52啦。好似陳先生一樣，好多關注健康嘅人喺使用3高代謝寶之後，發現呢一款產品以天然成分同埋獨家配方，能夠全方位改善健康狀況。或者呢一個正係你同你身邊嘅屋企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選擇。呢個產品係膳食補充品，並非藥物。建議使用前諮詢醫師或者係營養師，效果因個人體質而異。據人民報消息，喺地緣政治嘅賽局中，維持國際秩序嘅國家往往需要承擔較高嘅成本。
美國知名數據媒體 Axios 近日有分析指出，當美國積極投入區域衝突，努力維護全球穩定同航道安全之際，北京則傾向以觀望姿態，尋找情報、外交同產業上嘅邊際收益。呢個並非代表北京嘅綜合實力已經超過美國，而係反映出一種典型嘅戰略搭便車心態，利用他人承擔秩序、維護責任嘅空檔，悄然滲透關鍵領域，擴大自身嘅短期利益。對於五角大樓而言，挑戰不僅在於資源嘅投放。喺近期嘅區域衝突中，美國為咗捍衛國際航道同盟友安全，投入先進武器系統同資源。但係呢啲行動就讓北京軍事觀察者得以間接研究美軍嘅技術運用同作戰模式。中共低成本無人機等戰術，迫使美軍以更昂貴嘅精準攔截手段應對，進一步放大咗雙方喺成本上嘅不對稱。呢一種壓力亦都提醒華府必須持續強化技術升級同戰場適應能力，先至能夠維持長期優勢。衝突如同一面照妖鏡，暴露咗全球化供應鏈嘅風險。美國精密武器對稀土元素嘅依賴，反映出過去幾十年對單一來源過度集中嘅隱憂。中共目前喺全球稀土分離同加工環節佔約85%到90%嘅主導地位。美國喺保衛和平時消耗嘅導引彈藥越多，越能夠察覺到產業鏈自主嘅重要性。呢個並非中共嘅勝利，而係美國國防供應鏈嘅覺醒時刻。儘管產線重建需要時日，美國國防供應鏈自2027年起將受更嚴格嘅規範，禁止採購特定中共來源嘅稀土磁體同埋相關材料。呢個舉措標誌住供應鏈去風險化嘅實質進展，迫使華盛頓加速本土生產與盟友合作，修正以往過度追求短期效率嘅模式，轉向更具韌性嘅長期佈局。區域能源價格波動雖然會帶嚟挑戰，北京卻試圖將其轉化為強化再生能源出口影響力嘅機會。憑藉早期大規模補貼同產業優勢，中共希望增加各國對其綠能供應鏈嘅依賴。數據顯示，中共嘅再生能源消耗已經顯著提升，但係呢一種領先建立喺對全球氣候議題嘅戰略投機上。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呢一場能源壓力測試嘅結果並非向北京低頭，而係強化咗能源多元化同供應鏈韌性嘅共識，避免未來受制於任何單一供應來源。喺外交棋盤上，美國喺多個熱點地區投入資源，避免讓部分盟友感受到壓力。但係呢個正係大國領導力嘅試金石。相較於北京嗰種以貿易利益為核心嘅計算，美國嘅政策調整雖然伴隨住陣痛，但係佢嘅核心仍然建立喺對民主盟友嘅長期承諾同埋價值觀基礎之上。北京雖然喺國際間試圖展現穩定維護者嘅姿態，但係呢一種穩定係脆弱㗎，而且缺乏價值觀支撐㗎。各國正係逐漸睇清中共嘅斡旋往往帶有強烈嘅交易色彩，而美國雖然正經歷戰略收縮同調整，但係佢建立嘅全球安全框架仍然係當前最具影響力嘅一環。我哋必須睇清楚，北京嘅觀望紅利正隨住全球經濟衰退而遞減，佢嘅經濟高度依賴穩定嘅全球秩序。如果持續採取不負責任嘅搭便車心態，最終可能反噬自身出口同發展。更重要嘅係，中國目前仍受益於美國主導嘅安全框架，
一旦需要真正承擔全球領導責任，呢一種缺乏價值嘅機會主義是否仲能夠有效運作？國際社會普遍持保留態度。呢一個分析並非質疑美國嘅領導地位，而係提醒喺多極化時代，軍事投入必須與產業韌性、供應鏈安全緊密結合。當前嘅挑戰正成為美國重新審視國力基礎、加速去風險化並優化領導方式嘅關鍵機會。真正嘅長期優勢唔係在於一時嘅資源消耗，而係在於邊個能夠更快完成轉型，並喺對手觀望之際重新定義更公平而且穩定嘅遊戲規則。華盛頓正從呢一啲嘅經驗中逐步展開下一階段嘅強勢調整。氣血足唔足？睇4個地方就知道：一睇面色有冇光澤，二睇睡眠質量好唔好，三睇體力係咪總係覺得好攰，四係睇情緒係咪容易焦慮心煩。如果呢4個當中你中咗2個以上，咁氣血可能就喺度發緊警報啦。咁點算？補氣18味、嚴選次5加、紅景天、印度人參、當歸、桂圓等18種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體氣血往外跑，內部反而空虛，正係補充嘅好時機。補氣18味幫你將氣血補翻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補氣18味7折優惠到4月30號就結束，有需要嘅朋友請登入健康520官網購買，機不可失。連結我會放喺置頂留言區。好啦，以上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全部內容，感謝各位嘅收聽收睇，亦都請你點讚、訂閱同轉發，我哋喺下次節目時間再見。